国际新闻来看，美国、英国、澳洲等19个国家计共35000个兵力，要展开史上上大规模、计共3礼拜的核心军岛的联合军演，目的是为着区域和平，要来向北京强烈的表态。昨午，澳洲的总理艾班尼斯嘛伫北京甲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佮有中国国务院的总理李强见面。澳洲是表示讲，因支持一个中国的政策，也毋过嘛反对和平改变台海现状。 美国甲澳洲展开3礼拜的核心军岛联合军演，这也是6年以来上大规模、项目上复杂的演习。根据美联社的报道，这届计共有19个国家参与，动员超过35000名兵力。另外，今年演习也是头一届伫澳洲以外的所在举行，会扩大到巴布亚纽几内亚。除了传统的陆海空联合作战，展现真侪个厉害的武力整合，也头一届利用 AI、网络战加跨国实弹试射。 会对规个印太地区的军事局面产生真重大影响。 Countries come because they want to both be experts with themselves, but like Australia, we recognise we're stronger when we're operating with partners. This is why we have 19 countries here partnering to make sure they're as capable with each other as they can be. 针对这届军演，外界暗示讲，有一部分的原因是为着吓惊中国伫太平洋的军事扩大，也为着可能爆发的台海冲突做准备。那中国的军事专家是表示，美军选伫澳洲试射飞弹，表面上看起来是华府有想要降低敏感度，以演习代替实战，但是实际上是加速中程飞弹伫西太地区的常态部署。 那中国国防部也重新强调，美国举动会严重破坏区域的稳定甲和平，中国会坚心反制。另外，因为过去10年以来，中国甲澳洲的关系，无论是伫国家安全、国家利益，也是地缘政治方面，拢是一直有冲突。最近，澳洲总理艾班尼斯到中国访问，也会面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 两人拢表示会以对话做核心来深化双边的关系，但是艾班尼斯也当面向中国抗议中国海军伫澳洲的外海实弹演习，也搁再重新强调澳洲对台湾议题的立场，是支持即摆的状况，反对任何高级别改变两化现状的行为。坚持平等相待，求同存异，互利合作，符合中澳两国人民的根本利益。无论国际风云如何变化，我们都应该坚持大方向。We have strategic competition in the region, but we continue to engage in order to support peace and security in the region. 除了习近平，艾班尼斯也甲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见面。李强表示，希望澳洲会当提供中国企业更加公平、开放、卖歧视的商业环境。国际新闻新闻部编译。